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日7月2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西南风影响，这方面的中南部会上大雨；伫陕方面的北部甲东北部是高温烧热。咱来看温度。要提醒中南部的乡亲，伫一礼拜受西南风的影响，苗栗以南有局部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无可能会落大雨，落甲淹水，所以爱提早预防灾害。气象局目前是有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若伫陕方面的北部、东半部是高温烧热，过昼了后有西北雨；伫东南部有机会会透花小风。花莲、唱国、台东是高温，柑仔是个顶雨，有机会会出现38度的高温。伫湘北、基隆也有金门、八县市是到黄色的顶雨。拜三了后，水气会搁较高，所以各地头拢有机会会落雨。中南部可能会上大雨，北部、东半部嘛有局部短暂雷阵雨。7月27日明仔载，全国的防疫警戒会降级，不过也未降级的，伫台中的五彩渔港这2天已经出现真慢的游客，可能是关伤久，人阵拢提早走出来啊。若伫南投的溪头园区降级了后，即马住民的大房率嘛已经提悬到3-4成。不好意思，请问一下简讯，我看一下哦，总共几个人？人排甲长落落，趁假日好天气，五彩渔港人是有够多。自从那个疫情之后，我也很少出门了啊。这刚好儿子说要台中港买一些东西，啊，做爸爸说啊，来买给他吃这样子。我觉得是双北比较严重啦，我们这边算还好啦，我觉得个人觉得啦。人气买气明显回升，礼拜六有5400人买物件，礼拜日也有4300人。打饭是喙笑目笑，不过管理单位唔敢代志，切断伊出入口人流计数器，要将容留人数降到1000人。分别在它的入口跟出口设置这个红外线的一个人流计数来掌握里面场域的这个实际的人数。那所有的交通的入口我们都有把它管制。我觉得它来客数大概有成长到6成以上，大概6成到8成。用水岛清除路面的菜池，南投溪头园区日就要对外开放，赶紧做好准备。用水刀把它清开洗掉，所以然后就路面比较不会滑倒这样。开放了后，防疫工作爱做好，提醒游客游览车每车限制10人，餐厅也用煤灰做设计网。记者综合报道。该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由葡萄牙主办第22届国际新闻奥林匹亚比赛已经结束啊，计共有76个国家304个学生去参加。咱台湾嘛有4个人去参加，招拢摕到金牌，这是甲中国即马同款是来做全世界头名。咱教育部是表示讲，即摆有20个教授组辅导团队来训练这囡仔。经过4个阶段，对5187个学生内底，才竞出这4个学生去参加，代表咱台湾去参加比赛。来看自由时报，台北市5月中因为疫情较热烈，3级警戒期间，台北市的道路车流量减真多，所以赛车的速度嘛有变紧，超速妨开的罚单嘛有变多。伫6月份，超速的罚单计共有44000件，比去年同期23000件加要1倍。来看中国时报，疫情严重，警方掠假消息，不过以上法办了后，大多数拢予法官裁定免罚。台中、基隆拢有民众传假消息，搁假网络连接，互以上法办了后，法官是认为讲，这个连接甲点入去，只是共创治的图，未造成惊吓，所以唔免罚。来关心疫情，昨昏咱国内是新增加12个本土病例，搁有1个大病入境的案例，并无死亡的案例。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即马是宣布讲，要甲咱国产的高端预防车放入去公费的预防车品牌内底，嘛有宣布讲要开放预防车会使蓝列注，目前是规划第1类到第3类，头一档做 A 级的人，伫第2档会当改莫德纳也是 BNT。国内疫情各增加13个病例，其中本土12例境外移入1例，死亡人数是0。这是3级警戒以来第一摆无增加的死亡案例。不过本土病例当中，台北市也有7例，新北市有5例，其中感染源关联无清楚1例。
这也是算是近来在这种关联不明的相对非常少的一次。换句话说，整体的疫情在目前来讲是将来在一个可控制的一个情况。本土疫情等候国内疫苗注射率也超过26%。卫福部预防注射委员会 ACIP 开专家会议，经过辩论讨论，已经认同两支研制无同款牌子的疫苗，初步建议第1到第3类做过第1支 AZ 研制8支，不过要隔8礼拜以上第2支研制 mRNA 疫苗，什么时阵实施要搁讨论。不是说即日起实施，这是给我们指挥中心一个实施的方向。他建议就是说，这也要相隔8周以上。那是针对的目标群先以1到3类来做考虑。另外 ，ACIP 也决定将高端疫苗纳入公费注射计划，但市长表示，到时阵疫苗有用平台要重新设计，也要看高端疫苗到货量，才决定什么时阵开始做。ACIP 它当然有一些讨论也就是说你对 mRNA 或者是就是说腺病毒这些相关的如果你有过敏或不适合的情况下，那这些族群是不是可以来优先？全台依然有超过7万支莫德纳疫苗要到期，但市长表示，疫苗回收计划只是一个备案，而且已经甲地方政府确认，拢表示会在原定规划当中支援所有疫苗。不过，但市长表示，若计划不如预期，在中央到3港消化队启动疫苗回收备用计划。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咱来关心目前伫全世界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亿9千万例，死亡人数嘛超过415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13个病例，目前咱台湾是15571例。中国的病例有92000多例，香港是超过11000例，伫日本超过86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500万例，印度超过3000万例，巴西超过19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572万例，伫法国是超过600万例。今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樱花风台行向中国，因为行速度真慢，持续咧落大雨，惊灾情严重。中国即马已经发布最防山的警示，这工省疏开165万人。在关心东京奥运，即马场地比赛是全世界焦点。国际奥会即马是决定讲要放凉防疫规定，摕着牌的选手徛起伫台顶，会使唔免挂喙罨，方便媒体翕相。来看日本 NHK 电视台伫东京奥运的开幕典礼，紹介咱台灣隊的時，直接講咱是台灣，唔是講中華台北。伫 NHK 的官方網站統計獎牌網頁，嘛是直接寫咱的國家是台灣。其他消息，咱來關心咱的本土病例數。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12例，目前咱台灣的本土病例計共14262例。咱來看伫各縣市的分布。目前咱台灣的病例數超過4000例以上的縣市，包括新北市有6760例，伫台北市是4774例，超過200例以上的縣市，伫桃園是769例，苗栗549例，基隆313例，彰化272例，台中有206例。昨昏是無死亡的個案。目前咱台灣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計共15571例。伫本土病例部分是佔14262例，這個統計是疾管署早起上新的數字。在地上大條來關心雙北的疫情，台北市伫昨昏新增加7例，新北市有新增加5例。那其中有1個確診者伊捌去過士林市場、捷運西門站，也有台鐵的台電大樓站甲台北火車頭。另外，伫明仔7月27，三級警戒會降級，也毋過雙北的餐廳也是無開放現食，所以新北市即馬拍算要補貼業者。新北市新增加的確診5例內底，有2人是特殊隔離檢查陰轉陽，另外一個住佇三重埔的個案，捌佇台北車站做清潔工，深受接觸過台北車站工作上的確診者，即陣也佇調查感染源。所以今天5個人裡面，除了一個感染源在台北車站的職場有接觸到確診者，我們積極在調查這2個確診者是否是感染源的源頭。
那其他的都已经厘清楚。3级的警戒要降做2级，新北市维持餐厅内底无内用。根据统计，新北的餐饮业在3级的警戒期间，营业额损失60%，每个月损失有46亿。对此，新北市对着辖内17000间餐饮业者推出防疫补贴的计划，每一间应补贴3000块。另外，校友2也宣布27开放2765间补习班服务，同时安排大约9000个补习班员工注射疫苗。外界关心9月是否到如期来开学，校友强调9月初伊是规划开学的时间点，2、6、8月连续3天安排18000个公私立各中高中的教职员工注射疫苗。另外，台北市新增加7例确诊者的卡列，包含士林市场、捷运西门站、捷运大店大楼站、台北车站、嘉乐福等。特别注意的是，有2个确诊个案是代替便所、清洁工、工作场所拢已经完成消毒。对台北市美术馆有确诊者的卡列，北美馆2、5宣布紧急来休馆。另外，卖票的人可能接触确诊者，会扩大采检验票员、卖票口的人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咱海巡伫台南的外海掠到一只船，涉嫌人口买卖，内底有8个印尼加缅甸的非法移工，其中有6个人的 PCR 采检拢是阳性的，检验了后嘛发现讲内底有 Delta 变种病毒。印尼籍的案15576跟一位缅甸籍的案15580，两位病毒确定是 Delta 病株哦，所以这是一个突变株，是一个感染力比较强大的一个变种病株哈。那我们也很感谢海巡弟兄的协助哈，都让他没有进到境内来，所以呢，上还是一个境外感染。政府表示，目前这些人拢伫病院治疗，状况稳定。接触者有16个已经隔离，因为接触的时间有较长，嘛烦恼会去袂到，所以会定期做体检，要测定全部链。伫明仔载，咱的3警戒就会降级。伫屏东垦丁的饭店已经穿好势啊，要拼员工接人客。毋过因为即马水上的活动并无开放，嘛互唱水业者感觉真无奈。原本会当互至少800个人开会宴会厅，为着防疫改成一人一桌。27号就要降级啊！屏东垦丁的饭店业者嘛用柜台放假帮，减少倒数等防疫的措施，希望吸引人客安心上门。只设定45个位置，就是控制在50人以下，整个那就是一个人一桌。原则上还是自助式，那有客人可能他不希望在餐厅用餐的话，我们会有套餐的方式。降级的消息出来，陆续有饭店接到8月的订单，但期待降级的唔哪是饭店业者。原本热天真侪人的垦丁沙滩，今年因为疫情空，降级了后无法度专程挂喙烟，也是会造成群聚的水上活动也是禁止，但部分个人的活动会开放。立桨、独木舟、水肺潜水。冲浪或者是水浪摩托车等等，它不会有一些群聚或者是频繁的一个接触的一个过程呢，那就会来开放供民众游憩。有人欢喜嘛，有人失望。像游泳也是浅米顶较高伫水面有交流的活动，暂时无开放。但暑假单剩1个月，业者嘛呼吁政府互因会当变通，可以改成是不并团，比如说我们是这一家子就一个教练。不并团，对，然后就是他们，然后在浮潜，然后浮潜上来，他们还是一样戴口罩，也是 OK 的。会当呛水，煞袂当浅味，互业者无法度理解。指挥中心表示，浅味的距离较近，烦恼有互相感染的风险，会搁甲观光局讨论，看敢有需要调整。记者陈焕武、陈显坤屏东报道。地方放送头，镜头来婚林。伫婚林北港有协会，伫防疫期间，伫逐礼拜5拢会传爱心便当，送互当地身心障碍者甲老大人，互当地里长甲居民拢真感谢。防疫期间，真侪餐厅拢无营业，一寡身障朋友也是行动无方便的老大人，出外买食是更加困难，搁加上收入减少，三顿就来出问题。所以，婚林的北港福建协会决定开始送爱心便当的行动，叫当地村里长来做伙送餐，给较弱势的居民。他因为平常能够谋生的工作就是去贩卖金子这一些的工作，那因为疫情期间，庙宇也禁止进入，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其实他们没有收入的来源，就决定说去发爱心餐。便当的料理虽然简单，不过协会是真用心准备，菜色逐礼拜拢无同，另外也有点心甲饮料。针对爱心便当送餐的服务，当地村长和居民是拢真感恩。
咱直接感谢北港福建协会来送咱便当茶饭，或者较艰苦的老岁人食。多谢北港福建协会送便当来互阮食，谢谢。这爱心便当伫疫情期间，互社会更较温暖，民间互相帮助，渡过难关。也期待疫情紧结束，大家拢通恢复正常生活。记者综合报道。那全国嘅中青食堂老大人因过伫中昼顿会做伙食饭，毋过即马因为疫情嘅关系，拢无开。毋过即马伫云林岛落深圳社区是利用这段时间来增塔社区嘅环境，希望解封了后会当互社区嘅环境更较舒适。社区内底一只一只高水的红仔，佮有壁顶悬吊的花裤，拢真特别。这是云林岛落深圳社区的中青食堂。一寡布置拢是社区发展协会利用无爱滴的物件所变出来的。反正闲着是闲着，那就到食堂来再做一些 DIY 的东西。原本的小小兵是一对，然后我这疫情期间我又多加了做一对，然后又多做了，又用那个旧的盆栽。花盆做一些就是像是在二胡啊、吹笛子这样子的造型。中青食堂是社区的老大人开讲活动筋骨的所在，不过因为疫情期间只好暂时关门。但是社区发展协会也拄好利用这个机会，把社区装塔甲更较水。待中青食堂重新开放了后，老大人就会当伫更较清幽的所在欢喜食饭。阮利用这疫情的中间，阮做另外其他的工作，比如讲。站帮来美化咱内底的工程，加用轮胎的美化工程，互大家来这食饭的人的时代会当讲心情轻松。很多6施工所有提供这个消毒水，还有这个喷洒器，我们都有在做自主性的消毒。那利用疫情期间，甲社区变好更较水，社区的消毒嘛是现主时上界重要的工课。所以公所嘛提供消毒的技师，希望互民众把清洁做好势，会当早一天欢喜恢复过去的生活方式。记者综合报道。榴莲蜜这款果子是东南亚的农产品，因过咱台湾屏东高手有农民种100丛，而且种成功啊！连过来台湾的新住民加入农务了。我听到这种砰砰砰的声音就差不多可以采下来了。农民捡到亲像菠萝蜜的果子，是为东南亚引进的榴莲蜜。洪明昌夫妻12年前引进黄花品种，每一年7到8月就会结果。那寄拍卖的话，1公斤的话，应该要看它的行情了。那去年的话，大概应该也有到差不多150到100块都有。其实要看，对，因为我们要去看的是寄的果实是大颗还是小颗，因为它有分特的、优的、中的。洪明昌伫咧种旺来，旺来产季是伫咧3月到6月，为着互员工伫咧摆时间有工课，亲像油来果、红毛丹、榴莲蜜，拢是即马大出的水果。还有我发现它这个产期刚好可以接到我们这个没有凤梨的采收的时候。榴莲蜜的外形亲像菠萝蜜，但是伊的气味亲像榴莲，所以叫做榴莲蜜。我在越南嘛，我有这个一样，我是在台湾比较好吃，比较甜。这个我一个人可以就一个大的，因为它那个很甜，还有而且很香。剖开来之后的果实其实跟菠萝蜜也有点相像，然后它整颗都可以吃，连它的籽都可以吃。榴莲蜜的糖度高，气味特别，会当满足爱榴莲气味的消费者。产期到8月底，会当食看卖无共款的果子气味。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消息来关心，岛南将有一间专门小解布袋戏红仔工艺的展览馆，是将有系统性来展出做红仔的技术，希望会当传承这项工艺。若讲到布袋戏，大家第一时间拢会想到苏阳文，戏内顶金光闪闪、水气千条。毋过幕后的制作过程，煞是真少人会去注意。伫岛南就有做红仔师徐建章，以延续老爸的规观，在庄内打造全国第一间布袋戏制作的文化观光园区。当然，园区的特色不只是一个博物馆的陈列摆出，我们要让民众有
有体验的感觉，好，他能认识到布袋戏的一个工艺文化，甚至能亲自的体验到布袋戏的制作过程。过去布袋戏上鼎盛的年代，超过半数以上的翁仔头拢对遮出产。市建中的老爸池延庆，甚至包办过去汾州大儒节所有出名角色，是台湾重要的刻翁仔师傅。这种工课传到市建中身上，伊认为翁仔价值需要透过故事和品牌去建立，往精品的目标去设想，望为台湾的布袋戏，佮拼出一条活路。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些戏它都属于原创，好，不用经过电视上的表演啊，然后剧情上的熏陶，让它有知名度。我是为了让它能永续的流传，因为只有独一无二的作品，它才不会因为时间、环境，来改变它的身价。那时候就是借由阿公做布袋戏，他的起家的故事，就把它画成图文书，然后就发现说，其实现在年轻人对这种图文的文化保存是有兴趣的，就开始会将神像的故事还是传统文化的故事画成比较可爱的插图。传承是一代传过一代，市建中对布袋戏这份热情，也渐渐影响到家己的后生和查某囝。因利用本科味道的专业，将布袋戏描绘等文化相结合，设计出这种文创多样，期待让更较侪少年辈了解这项传统艺术。爸囝三人共同发展，就是望讲总有一天布袋戏通搁在风动武林，行动万教。记者综合报道。婚林二轮出产西瓜，也毋过最近有正拢有会去拄到天灾，省长农作物。即摆政府是有推出西瓜保险，佮补助一半的保险金，来减少农民的负担。婚林二轮的西瓜品质一粒一，是人拢学了。毋过近来的天气愈来愈无稳定，农民规年冬天斟酌看顾遮的西瓜，可能落一阵大雨就拢总乌有去。为着要保障农民的权益，农委会和县府即马就推出西瓜保险。农委来开办西瓜这个保险，农民朋友会使依照伫6月份至9月份来选择1个月也是2个月以上的时间来做投保。投保的期间，落雨的雨量达到迄个理赔的标准，相关1分地会使来理赔8000块，有到迄个标准，伊就只要启动理赔，伊顺便到迄个现场去勘查呢。人无照天理，天就无照价值。因为人类的开发，全世界的气候是哪来哪极端，上大雨做大水，或者是高温可汗，是常在咧发生，也影响到农作物的成长。即马有即个西瓜保险，就通帮助即寡看天食饭的做餐人，加减补贴农作物的损失。而且农委会有补助50%的保险金，县府阁补助10%，农民只要家己拿40%。若有下灾害的标准，就通摕到赔偿。不过，要是有农民感觉赔偿的标准伤严格。因为单日相降雨来讲，200公里就算足大个啦。伊为200公里才开始有迄个灾害机制启动，是不是会当讲共门槛降较低？伊理赔每公顷上悬嘛才一8万块，是不是讲会当佫增加到12000至15000？这期投保的期限是到8月16日，有需要的农民就甲印仔、土地使用同意书等文件传好势，到2轮农会来投保。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疫情大稳定，家己新港洪天宫的防疫计划报政府了后嘛已经通过啊，所以即马会当开放民众入庙去参拜。总算会当礼拜庙内底拜拜，等2个外的信众感觉心情真好。觉得太久没来了，然后又在家关了2个多月吧。对，然后出来透透气，然后到庙里面走一走，还蛮喜欢，感觉真欢喜。当干嘛都安尼见面来上会。嘉义县新港洪天宫7月19提报主管机关的防疫计划，23审核通过了后，开始会当入去庙内底来拜拜。洪天宫表示，除了实验制、防体温、定时消毒，搁爱人流控制，保持社交距离。其实没有很明确的清楚知道说今天开放，只是刚好这么凑巧是妈祖保佑，所以我们就进来。跋杯拢有酒精，我们跋杯阮的服务人员每1点钟拢会消毒一摆，喷一摆。因为疫情的关系，禁止民众来到这，只会当伫临时祭拜的所在拜拜。洪天宫讲，为未解封迄天开始，信众就一直希望庙方会当全国开放。即马防疫计划已经开始执行，希望信众会当伫安心佮安全的环境进行宗教活动。记
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对明仔开始，咱的3级警戒会当降到2级。政府疫情指挥中心嘛已经宣布讲，业红仔机的店头内底只要有人顾店，控制出入的人数，加强消毒，就会当开门做生意。不过，即摆有业者是表示讲，安尼做成本伤悬，嘛即期讲无人顾的店满4个拢有，为怎样干那对因做管制？一台一台的入红仔机，电火拢无倒，内底空，因为疫情开红仔机店的拢已经停困2个月过。中央宣布2级警戒，7月27开始，业者只要伫咧营业时间有派专人伫咧现场加强人流管制，甲环境消毒，就会当重新营业。不过对24小时做生意的业者来讲，开销实在是伤大。估计如果说请人的话，如果以3个人来讲的话，一个月应该租个夯不啷当7、8万掉吧，一定会入不敷出的。业者表示，希望这2个月中央无收5、6税甲营业税，不过要是有袂少人因为店租甲机台的租金拿袂出来，拢已经退场啊。要业者即期1点钟若有3、4个人来入红仔，安尼就爱偷笑啊，群聚的机会根本无大。大家讲完就出来了，那可能短短的1分钟、2分钟。像一些自助洗衣店或者是洗车场，他们本身其实也是属于自助式无人商店，像他们也没有所谓的专人在控管。自本夜总降级，就会当回归正常，回来开店。业者要是希望中央会当重新思考，互因较好过日。记者阿敏珍、林玉凯台北报道。来关心澳洲最近咧做大水，上报已经造成超过200个人死亡，嘛有正称栋的厝受损害。专家就发现讲，即摆的大水灾除了甲气候反常、全球暖化有关系，警报系统无但无发挥作用，可能嘛是人为原因。街路拢是互偷水抢过家具，灾民中回家园清理，部分地区电力供电也无恢复正常。当局动员超过2万多名救灾人员协助清理街路，搁伫土石当中找找失踪的人，也影响附近的比利时、卢森堡甲荷兰。纽约时报表示，这是1000年一摆的灾难。互原本伫美国访问的德国总理梅克尔赶紧回国，去灾区视察。这场大水造成的灾损至少超过20亿欧元。Für die haben wir jetzt einen ungefähren Bedarf von 400 Millionen, also dann für den Bund etwa 200 Millionen veranschlagt. 大水提起了后，各界也开始追究原因。科学家指出，这摆极端暴雨是受全球暖化影响，地球均温升高1度，大气当中水含量会增加7%，强降雨发生的几率也会提悬。I could see this inform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week, and it looked very serious. It looked like a very worrying flood. So I was very surprised, really, at the scale of the death and destruction, because from my point of view, it looked like we could forecast this event coming. 早伫大水发生前几天，欧洲气象机构就捌发布极端大水警报，警告暴风雨会予河水水位涨到数百年来毋捌看到的悬度。不过受灾户拢表示，大水来的时阵警报根本无任何作用。Deutsche Wetterdienst, die Hochwasserzentralen und die Kreisbehörden haben intensiv davon Gebrauch gemacht. 150 Warnmeldungen wurden über unser System geschickt. 警报未当确实传达加上民众甲地方政府无重视大水的严重性，才造成重大伤亡。这摆天灾也可能影响德国9月底大选的结果。公视新闻王碧文编译。澳洲在做大水，若北美洲的西部是出现高温可汗的极端气候。美国有13个州、80外个所在当地火烧山，而且烧的范围差不多有20个台北市遐尔大。专家是警告讲，这拢是气候反常、气候变迁，咱爱付出的代价。美国西部高企业大条咧，都亲像一个大烘炉，加上可汗今年森林野火季才多开始，就直接进入高峰。俄勒冈州南部挖近加州边境，7月7日因为单位讲引起的下汤山火，拖个真紧。上尾时阵5秒钟烧掉一个脚球场，一天烧8公里，真紧将近6个台北市规模，才做州史上第5大森林火灾。Fire was right there. We could hear the roar. It was like a freight train, and the flames were just coming at us, and the smoke was just
awful. 目前全美国13个州也有80多场大大小小野火咧烧，主要发生伫西部、湾内华达边界的塔马拉克大火，20天烧掉21000英亩林地，目前控制程度是0，连续几礼拜破纪录高温。真侪年可花，互大片的大草正做助燃剂，就知影今年野火季节是真歹控制。We didn't see these extremes last year until late August and September, and we're still in mid-July right now. 火场顶悬真悬的温度会正做一个快速上升气流，亲像烟筒共款进入高空，冷卡经出水汽，正做特殊的火积云，造成北风雨。清白厝密集闪电可能引起新的野火，强烈阵风造成火势，也将烟雾塞到上层气流，一路拖到东岸纽约市区，也陷入一片雾茫茫。Or by the time that smoke gets to the eastern portion of the country, where it's usually thinned out, there's just so much smoke in the atmosphere from all these fires that it's still pretty thick. So it becomes quite noticeable, again, especially over the last 2 years when we've seen this phenomena of 极端情形甲气候变迁真有关系，地球均温已经比工业时代进前升高1.2度，佫造成海平面上升，极度酷化、沙漠化，农业甲经济运作拢受冲击。公视新闻是会长编译。天气报你知，做来关心咱今仔日咱台湾的温度。咱台湾天气伫今仔日是受西南风影响，伫这方面的中南部会上大雨。气象局已经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毋过伫西方面的北部甲东半部，今仔日是高温烧热。花莲、创国、台东是到柑仔式的高温灯号，有机会会出现38度的高温。接落来，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7度，上悬有3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5度。外岛的温度是27度至35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请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咱再会。